夢想㗎。你睇下呢幅畫，呢幅畫就係我嘅夢想啊！你哋咧？你哋有啲咩夢想啊？几个陌生人，他们羡慕过几个普通人，而孩子们靠什么长大而成人？哈利路亚，靠最美丽的灵魂。家门藏了几多的伤痕，城门见证了几多的真正，究竟在门为什么安静而勇敢？哈利路亚，经历奇妙的旅程。白雪公主放煙花，仲有同邊個啊咁？同埋